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另外是估计欢收看3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加强推动校园的性别平等，台南市将每当3月第4个礼拜定做性别平等教育周。今年经率先全国第1摆将开讲的机器人用力前进，用影片甲求助的专区，让学生得到正确自我保护的观念。因为所谓性别暴力的事件哪来哪增加。除了注意网络的虚拟世界的危险，另外嘛要提防其他人诱骗取得学童的私密影像，强化学生的法治观念。因此，市府今年的性别平等教育周的宣导主题，特别定位防治所谓性别暴力，并且推动全国首创结合 Messenger 的聊天机器人，提供亲师生来利用。很多这个受到性平不平等的这个性别对待的这些孩子这些学生其实他是羞于启齿他也许只敢跟最亲密的闺蜜或者最亲密的兄弟提出来，但是你借由这个机器人，你可以避免说在第一时间你很难跟人面对面接触，讲述你的所受到的遭遇的时候，你可以跟机器人讲，机器人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讯息跟如何自保之道。
那这样子的话，等到你了解之后，你愿意去拨打专线，让专人来为你服务，这样是一种。不管如何，我们都鼓励家长跟老师跟学生一起来运用，因为即使家长很关心自己的子弟，即使老师很关心自己的学生，当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对待，他不跟你讲的时候，有时候你还真的不了解。因此，我们很谢谢教育局能够开发这一套软体，在 Messenger 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 Messenger 里面，能够让我们孩子使用。但是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让这个性别平等教育能够落实，让暴力能够 out， 能够离开校园，离开班级，离开我们孩子的周遭。教育局表示，目前这套所谓性别暴力 out 的聊天机器人已经同步全面来上线，民众只要使用聊天机器人，并且伫4月底进前来填写回馈的意见，还可用来参加抽奖送好礼。邀请台南市所有学生、家长、甲老师多多参与，认识所谓性别暴力，勇敢来拒绝甲求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一名88岁阿嬷并写去资源回收过外，不过因为厝内外拢放满大量的废弃物，只留一条通道出入，当地拢相当烦恼。对此，议长郭信良特别带领服务处人员、职工以及环保局来到清理。住伫安南区中溪路2段巷仔内这户小姓阿嬷，现在高龄88岁，甲着癌的后生住做伙。平常时靠着资源回收来维生，不过经过当地里长甲派出所主管反映，恐惊大量的回收物会影响到住户的安全，因此议长郭信良20号上午特别发动服务处的人员甲职工，以及市府环保局甲社会局人员前往协助，一方面帮助清除回收物，另外看是不是要协助阿嬷来安置。该户人家呢是属于长期艰困的社会边缘人因翁呢早就过往孩子呢一个在受刑一个长期的病痛也已经很严重所以就去派人顾社卫生病贵的就是着咱317呢台中的那个案子呢，我们非常清楚。未来发生火灾的话，不知所措，所以向派出所来反映。那派出所也反映到服务处，那服务处就结合里长来做一致的志工。那社会局呢也非常的关心来处理这件事情，也想办法将来安置这个长者。但是长者呢放不下心，也不甘愿就此去安养院这个我们再劝导看看。一世人落到近88岁囝个让他艰苦，所以来做一个适当的环境的整理。服务处结合里办公室，还有一些的社团呢，按社会局这边来做将整个环境清理完毕，恢复一个清洁的地方。那也希望长者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议长表示，小姓阿嬷因为年岁已经真悬，实在无适合搁再靠资源回收来维生。现场嘛有善心人士透过警方甲议长来捐赠5000块的资源回收金。未来社会局嘛将介入，看是毋是用得得到长期照护的服务，至少用得帮助阿嬷3顿无烦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媒体所公布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台南市有真侪项的调查伫6都当中拢排头前，尤其伫城市的公营感甲长期照顾服务的满意度，拢是6都第一。其中伟特的市政满意度伫2月份昆山科技大学的民调以后，这摆联合报的调查嘛再次突破8成，满意度是81.9%，对了民众普遍肯定市政。另外，伫城市的公营感，单市是88.4%，甲长期照顾服务满意度拢分别摕下6都第一。我想施政满意度也好，或是各项的民调也好，各种不同的媒体也都常常在做，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我们很感谢市民朋友们对施政团队的肯定，我们会持续更努力。那同时我也特别注意到，台南市的这个市民朋友的幸福感是排第二，光荣感是排第一。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团队来讲，我们第一个觉得与有荣焉，第二个觉得我们还必须更努力，能够让市民朋友感到更幸福、更光荣，而且让市民朋友由于团队的努力，更努力，然后让市民朋友能过更好的生活。那我想这个部分对于今天的民调，对我们团队来讲，市政团队来讲，市府团队来讲，是一个鼓励，那持续会更加努力。公布民调时，其中问题人正伫农场陪同长辈体验农村的生活，配合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共同来推广轻松旅游。面对各民调，其中强调伫交通、治安甲社会主体等方面，也是有真侪需要突破，将持续补强。我们可以看到各细项其实全国各地都一样，对交通都事实上感觉都不是很好，对房价很高感觉都不是很好。这不仅是台南，但是觉得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松懈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改善交通、改善治安、改善这个对于房价的部分，也要更除了追求居住正义之外，要更提供可以的这个社会宅，或者是说相关的囤房税。大家记得，台南市是第一个推动囤房税的城市。第二个社会宅，第一户社会宅也是在我们任内来开始兴建，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我们会持续努力来迎头赶上。如何将市政的各民调转化成实际选票支持，嘛成为黄伟哲一大考验。但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一人一台手机的时代，透过网络传送各种的资讯，希望再来祝福甲提醒。但原本的好意，若传出是错误的消息，就无采讲。对此，中嘉宽频的呼吁，会当得利用早前的 App 软体来协助分别消息是真的也是假。台南市北区振兴里发展协会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活动中心都有安排精彩的课程，提供社区民众参加。这天的活动刚好是歌唱班练唱时间，社区的大姐们展现歌艺，互相联络感情。一曲过后，重要的宣导不能忘记。学员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是我们歌唱班练唱的时间。那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现在宣导什么？叫做手机的诈骗讯息。会在活动中加入反诈骗宣导，其实是因为不时会有长辈在社区群组内分享了错误的讯息。为了协助长辈远离假消息，振兴里发展协会总干事侯美惠特别在课程中加强宣导，并教导大家可以多加利用美玉仪这个软体协助查证。除了说是反诈骗以外，那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医疗的宣导，还有政府政令的宣导。那在反诈骗的这一块呢，除了时时刻刻的宣导给长辈以外，那我们像赖的讯息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那个什么推举反诈骗的机器人。应该我想有的群组里面应该有这一号人物，然后大家如果不陌生的话，都知道她叫做美玉阿姨。对，那他如果有遇到那个诈骗的讯息的话，他就会直接跳出，然后就会告诉你说，这个讯息应该是有一点点不是非真实的讯息，那你可能要再查证，甚至他有时候后面他也会提供你针对你收到的这一则讯息，他所推出的那个什么真实性。除了美玉仪以外，其他的查证 App 软体还有 MyGoPe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也都能用来查证讯息的真假。除此之外，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团队也有规划相关的课程，完全免费到各社区与民众分享媒体识读的小撇步。欢迎有兴趣的社区与团体都可以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报名。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随疫情直直控制，现在各种的路跑佮开始啊，其中有一场对鹿里门圣母庙出发的夜跑，19岁晡5点半登场，吸引来自全国总共4000多人做伙来遮运动。来自全国各地4000多名跑者，对着老师跳舞，为连伊开始的比赛做好热身。市长黄伟泰也特别到场，为所有选手加油，希望大家拢会当跑出健康，跑出幸福感。谢谢我们传统运动，我们达 run 去年也有办，那今年也谢谢你们，真的哇，现场超过10万人，比如侨会早板堂，真的是年度一大盛事哦。古都马拉哥差不多而已了还是达 run 比较厉害。我们很希望大家跑出健康，跑出快乐，跑出幸福感。主办单位表示，因为疫情，路跑的活动有延期举办，但看到有遐尼侪热爱运动的朋友参加，真正足欢喜。今天也非常感谢了全国的朋友将近有4500多人的选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场的达达 Night Run 的活动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一再的延期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延期，那还是看到非常多跑者朋友的热情都没有减到一起来为选手大家一起来出发，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城市真的很棒达达 Night Run 夜跑派对分做5公里甲10公里2个组别，会场还有大型准备补给品，还有 DJ 炒热气氛，种种的节目安排，也让每一位跑者享受到无同的路跑体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徛伫御风以海观点，为了让民众会当透过轻松流汗来促进新陈代谢、消毒疲劳，有业者创立了成功的连锁品牌。其中台南中明店19号嘛正式登场，提供消费者参考。温度显示目前是47度，但是伫这个汗蒸木的房间内底，却袂感觉到烧热。其中的美国原来就是这设备。拢是经过清华大学热力学专家张玉维所研发出来的专利，运用热疗以及远红外线，加上矿石甲矿岩顶搭配，将空间内底的温度、湿度、气流完美结合，让民众唔免运动，就会当轻松流汗，促进新陈代谢。我们到韩国去把整套的真空设备呢，带进来台湾，因为我们本身是建设公司的，有自己的班底。那进来台湾之后呢，再加上我自己弟弟的一个热力学的专业，他是清大硕士毕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热力学的专家，他把热力学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概念呢，结合我们真空的整个设备，将温度、空间还有湿度做了一个精准的掌握。真空呢是由凯尔预防医学集团呢的一个旗下的一个品牌，那最主要是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些日常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方式，有点懒人运动，然后呢透过远红外线呢可以帮我们深层的排汗，把身体一些多余的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把它代谢出来。真空东区崇明店19日开幕这天，现场也来了真侪注重健康的民众前来体验，甚至还会当看到替人顾健康的医师。也是全台上大汗蒸木品牌真空的支持者。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又进来之后啊，它整个的设施让你感觉很安心。然后我已经带了很多朋友一起来做过了，那每一个朋友都再来体验之后都觉得感觉非常好。第一个是它的出汗呢，会让你觉得是很舒服的出汗，不会让你身上有油腻感。在里面大概体验1个小时之后呢，你回家之后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舒服，然后不会有疲累感，可是又可以很深沉的入睡，所以我很强烈推荐。真空的建立主要是因为创办人庄邦琪的父母拢是癌症患者，因为重视家庭的健康，同时也想到要如何让家庭身体保持在健康的状态，所以才会展开预防医学事业。也因为这项专利研究的成功，颠倒让汗蒸木发源地韩国当地真侪公司前来取经，讲凯尔集团是台湾之光，一点仔拢袂过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为了解决安南区的饮水问题，市长黄伟哲21号主持6地寮排水治理的工程开工。该工程包括用地取得，总共达13亿外，预计2025年来完工。希望有效减轻新顺、安庆等区域一个大号饮水情形。但市6地寮排水连接安定甲安南区是市区主要的排水之一，不过因为地势较低，部分通水断面无够，加上桥梁挡水等原因，过去一个大号就容易淹水。这摆伫中央的支持，加上地方配合看，总共要投入13.45亿。相关的治理工程21号正式开工，预计2025年初完成。请动土1动土，动土开地茂盛凤土，电机根深蒂固，地方发达。3动土，施工顺利圆满，一切圆满吉祥。进行补助的这个4个月即摆呢这回咱个加增加10几亿所以咱台南市政府自筹款4个月这个中央补助10亿外加9亿外加13亿4000万我冒昧的再讲一下后续咱6块寮排水除了今仔日动工的部分这个部分咱包括新顺里、安庆里、中头里、布袋里、九邦里，甲隔壁区安宁区的中沙、嘉东里这边后续大概有6、7亿的工程拜托我们联合局，拜托水利署能够帮忙一下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地方的配合款包括土地用地的征收，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拜托你要做就把它一次把，不是一次了，要做就分次把它做好，那能够让咱安南区甲隔壁安定区咱的民众会当对着这个饮水的代志莫讲隔壁落雨，大家就开始要把这个家具要甲垫高，厝的就是开始堆沙包希望讲大家会当安居乐业。水利局长会长嘛指出，目前各区段已经完成用地取得，工程嘛是分年分段办理。第一阶段会先完成安南区宜安路到安定沙仑桥大约4公里的河道拓宽，加上桥梁的改建以后，将减轻安南区新顺、安庆、总头、布袋等各里容易淹水的问题。目后这些议员甲里长拢出面关心，希望治水会当顺利推动。但新闻管制何乔峰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